大家好，買樓唔簡單，最緊要識揀。我係 Vincent，今日帶大家嚟到珠海嘅市中心睇一個咧非常之靚嘅項目。相信睇到呢個畫面啦，可能好多觀眾朋友已經估到嚇，係叫做正方南灣首富啦。呢個項目咧有好幾個賣點嘅。咁首先佢係一個非常之靚嘅下沉式會所啦，佢係採用咗新中式嘅嶺南風格咧去打造，採用咗4大嘅廣東名園去進行咧。融入到佢呢一個下沉式嘅會所裏邊，咁包括貫穿埋佢整個園林嘅中軸線啊，咁所以咧好多朋友入到嚟咧都會被佢呢一個咁靚嘅園林嘅環境咧所深深去吸引嘅啊。咁除咗之外咧，呢個盤咧佢非常之靠近關口啊，講緊10分鐘可以去到港珠澳大橋口岸，咁亦都咧可以非常之快去到珠海最大型嘅商場華發商都啦，金台又好旺嘅中海環宇城啦、富華里啦等等等等嚇，咁啊可以講話係地段非常之方便，配套好成熟嘅一個項目。咁而正方南灣首富咧，佢嘅質素亦都係好高。咁同埋就係話，如果你想買現樓嘅大單位嘅朋友咧，啊，仲要就係嗰個高實用率啊，質素做得好嘅話咧，咁呢個項目咧係不得不嚟去睇嘅。咁而家賣緊嘅情況咧，咁大家可以跟住鏡頭咧轉過嚟望一望。而家喺呢一個我身旁嘅就係一個沙盤嘅模型啊，呢個咧就係個南屏水庫啦，跟住就係一個黑白面將軍山。然之後咧，呢個樓宇咧就係正方南灣首富啊，佢係現在賣緊一啲大單位咧，就係講緊13棟啊170平方嘅一個4房單位，咁同埋咧仲有就係11棟嘅185平方嘅大單位啊，咁但係呢兩個單位咧，其實剩低嘅貨咧都係唔多噶啦嚇，咁185咧最高嘅樓層只係去到5樓嘅啫，咁即係咧同前面嘅別墅咧高度差唔多。咁如果你想買啲高樓層嘅，唔介意細分少少嘅話咧，咁去到170平方，即係13棟呢一個咧，其實仍然係有少量嘅樓層可以揀嘅。佢個優勢咧就係可以視線越過前面嘅別墅，咁可以咧俯瞰整個黑白面將軍山同埋中間嘅南屏水庫，無論景色、視野、位置各方面咧，都係一個頂級嘅存在。可以講話喺珠海市中心，你好難揾到一個有類似咁樣嘅配套同埋景觀資源嘅樓盤。咁事不宜遲，我哋稍後咧會同大家去參觀呢一個170平方啦，同埋185平方兩個大單位嚇。咁如果你想揾現樓高質素關口物業咁同埋配套成熟嘅話咧，咁一定要跟住鏡頭，我哋繼續去參觀埋剩低嘅一個示範單位嘅情況啦。你諗住喺大灣區買樓退休，有冇諗過層樓啱唔啱你？有乜嘢地方需要留意？作為新手，做足功課先係對你最大嘅保障。我哋準備咗一份大灣區置業房中服指南，一次過話俾你知點樣揀樓、點睇文件、資金點樣過數，仲有最新嘅購房政策都列埋俾你。想攞到呢一份指南？好簡單，立即 WhatsApp 聯絡我哋，打指南2個字，即刻免費送俾你，幫你避開所有嘅置業陷阱。觀眾朋友，而家嚟參觀呢個係170平方嘅單位。介紹呢個單位咧，我哋要從 lift 口開始講起嚇。屬於專梯入戶啊，出咗 lift 呢個 area 咧，就即將會進入呢一伙噶啦。雖然咧係唔入職嘅，但係咧其實呢個空間基本上係對呢一伙咧可以獨享。同埋亦都預留咗啲位置咧，可以俾呢一伙嘅業主咧去擺鞋櫃嘅，甚至連插蘇咧都預留埋出嚟噶啦。咁大家可以睇睇一路咧可以延伸到呢一個位置嘅。所以個專梯入戶。好，咁我哋經過一個大嘅子母門咧，再會進入呢一個室內嗰部分嚇。首先入到嚟咧係一個大嘅客飯廳，大家先感受一下170方所帶嚟一個空間感，非常之寬闊，超乎想象。同埋喺個飯廳嗰度咧，亦都係擺放咗一個超大馬板嘅6人飯台。大家可以見到隔離左右咧，仍然係有非常之闊落嘅空間。咁呢一個單位咧最大嘅特色咧，當然唔係話講呢個飯台有幾咁大啦，而係佢嘅一個景觀。大家可以睇睇，跟住鏡頭出嚟感受一下呢一個俯瞰珠海城區唯一一個水庫景嘅單位。喺我哋嘅面前咧，就係黑白面將軍山山下嘅南屏水庫啦。首先喺個景觀上邊咧，除咗有近處嘅山色啦，亦都有中距離嘅一個湖景。而呢一個湖咧，
佢個山就好似一個聚寶盆咁樣，將中間呢啲湖水咧係裝喺佢個中間嘅位置。咁之前咧係因為有啲維修工程啦，咁所以啲湖水咧就唔係好滿嘅。咁如果啲湖水滿咗之後咧，佢成個湖嘅形態咧，加埋啲山色咧，其實係非常之靚嘅畫面嚇。咁而家身處呢個樓層咧，咁其實係可以將整個南屏水庫，包括黑白面將軍山咧，係可以盡收眼底嘅，非常之靚嚇。咁除此之外咧，呢一個單位咧，佢係有270度嘅採光窗，除咗有主景觀露台之外啦，咁喺牆嘅另外一邊咧，亦都係會有2個大型嘅玻璃飄窗嚇。咁同埋連合埋個廚房嘅採光窗咧，其實形成咗個南北通雙露台嘅設計，咁同埋仲有一個側面嘅採景採光，所以咧其實入到嚟咧，雖然今日嘅天氣麻麻地，但係個光線仍然係非常非常之舒服嘅。咁同埋咧喺裝修上邊咧，亦都係別出心裁喺個飄台上邊咧，咁設計上邊咧做咗啲餐邊櫃嘅咁上邊可以擺放餐台一啲裝飾品同埋咖啡機，中意飲咖啡嘅朋友咧，咁可以參考下。咁與此同時呢度咧，亦都係做咗啲開放嘅裝飾櫃亦都可以喺嗰個位置咧預留咗可以擺電視機嘅位置嚇，咁再過嚟睇睇個廚房嗰部分啦。佢係一個開放式嘅設計，但係咧佢保留緊廚嘅功能。咁首先喺功能性上邊啦爐頭位置下邊嘅星盤啦、拉籃啦，應有盡有，亦都配備咗洗碗機。咁除此之外咧，星盤亦都係非常之大碼版嘅咁仲有呢一個蒸焗一體嘅烤箱亦都係交樓標準。咁呢個位置咧，係預留咗個大嘅雙開門嘅雪櫃位，咁呢啲咁樣嘅收納櫃咧，亦都係完全係喺裏邊嘅。咁同時咧，佢亦都係有一個吊裝嘅推拉玻璃門你只要咁樣拉過嚟咧，就可以將啲油煙咧隔住咗喺裏邊，推開佢，佢就會形成一個開放式嘅廚房整個視野非常開闊。咁再出嚟咧，就到佢生活個露台啦。呢度咧係望翻個內園嗰部分咁呢個露台咧就唔係好大嘅，老實講。咁主要咧就係攞嚟擺放洗衣機啦、熱水爐頭啦，一個咁樣嘅位置咁如果需要封窗嘅朋友咧，都可以將佢做一個封窗處理嘅OK。咁呢個就係客飯廳一體化嘅設計咁好啦。咁與此同時咧，我哋睇睇埋一個客廁嘅地方，佢設計咗喺我哋個門口嘅一個接近嘅位置雙星盤空間表現上邊咧唔使講，非常之闊落下邊亦都係有唔同嘅收納櫃咧，去增強我哋嘅收納功能。咁再進入到呢個位置咧，就係一個坐廁同埋淋浴區。咁淋浴區咧，其實佢都係會有一個飄台嘅大大擴闊咗呢個空間。咁再近住呢一個部分咧，就會有第一間嘅客房啦，5隻床三邊落床同埋亦都有個位置咧，可以擺放一個到頂嘅大衣櫃。咁呢個飄窗咧，亦都開得幾大嘅，就係望翻一個花園嘅景色啦光線係非常之足夠。咁同埋同出邊呢個客廁咧，佢會做到一個類似客廁套廁一個咁樣嘅功能性非常之唔錯。好，經過呢個大客飯廳，再睇埋其他嘅房間啦。咁呢個第二間房啦，擺放咗一個到頂嘅衣櫃。呢個咧係一個6尺床三邊落床，有一個大嘅飄台。而呢個方位咧，亦都係俯瞰整個黑白面將軍山同埋一個南屏水庫個景色咧係真係非常非常之靚嘅OK。呢個第二間房，第三間房咧同樣都係有景嘅呢間房咧，裝修上邊咧係定義為一個書房或者係休閒房咁呢度咧做咗啲長板啦，同埋一個大嘅書台。咁其實你擺放一個正常嘅床咧，都係足夠嘅咁亦都係有靚景嘅。OK，都係直望呢一個黑白面將軍山同埋一個南屏水庫景，非常之靚視野非常之開闊。最後咧就到主人大套房我哋睇咗個套廁先。喺呢個位置咧，佢就做咗個衣櫃嘅，但係實際上咧，你可以一路咧延伸出嚟到門口嗰個位置咧，都係完全係 OK 嘅。咁亦都利用咗呢個位置咧，做咗啲梳妝台咁與此相連咧，就係大套廁啦。個空間表現上邊咧，比剛才個客廁咧會更大。同樣雙星盤嘅設計去到呢個級別咧，雙星盤設計咧，我覺得係必須嘅。一排嘅鏡櫃到座廁，到入邊嘅淋浴區，同埋帶埋浴缸
所以中意浸浴嘅朋友咧，呢一個係好消息嚟㗎。OK，咁同時咧呢度亦都透過窗係可以直望呢一個黑白面將軍山嘅山景同埋水庫景啊。咁最後咧就到寢區部分啦。寢區都係非常之寬闊㗎。2米大床啊呢個 OK， 2米大床，3邊落床。睇下鏡頭前面仍然有咁闊落個位置可以用啊。咁啊其實可以擺個按摩椅啊都係可以嘅。咁另外咧，呢度亦都係個窗台咧，透過呢個飄窗，亦都可以直望一個好靚嘅湖光山色景，非常之難得呢個咧就係170平方嘅單位嚇。咁基本上除咗頭先入戶門口右邊嗰間客房之外咧，3間房都係有靚景。咁住喺呢度咧，其實就係一種非常之高雅嘅享受啊。而總價嘅方面咧，高樓層嘅單位會貴啲嘅，大概530零萬度，有靚景嚇。如果唔追求呢個水庫景，例層低啲嘅話，會平啲嚇。講緊咧500萬樓下咧都可以買到。咁但係想講嘅就係所剩嘅樓層可以揀嘅已經係好少啦嚇，得翻幾間。如果你中意啲靚單位嘅話咧，記得要即刻同我哋聯絡嚇，我哋嚟到現場去實地睇一睇。咁稍後咧再會同大家去睇一個咧更大嘅單位，185方。稍後我哋下一個示範單位再見。觀眾朋友，而家嚟參觀呢個係185平方嘅大單位。咁參觀呢個單位之前咧，我哋都係由 lift 口呢度開始講起嚇。咁出咗 lift 之後咧，呢個 area 大約有5到6個方左右咧，都係屬於呢一伙咧一個專屬嘅區域。當然咧，佢都係唔入職嘅。咁但係實際上咧係可以俾呢一伙去使用嘅，就好似呢一個位置咧，咁可以設置一啲玄關櫃啊、鞋櫃啊，甚至收納櫃啊。可以擺放喺呢一個空間裏邊嚇，咁再經過呢個大嘅子母門，再進入到室內嗰部分。咁進入到呢一個位置咧，首先係會真係對住一個裝飾玄關櫃嚇，咁擺放啲畫啊，一啲咁樣嘅裝飾物之後咧，咁成個入戶嘅空間咧，其實個感覺咧係會更加美觀一啲嘅。咁喺玄關嘅右邊咧，就首先係第一間嘅套房嚇，經過門口入嚟咧，其實喺我哋左邊嘅位置咧，係一個轉角嘅 L 字形嘅大衣帽間嚇，步入式嘅衣帽間啊，儲物空間雖然係一間套房，但係個儲物空間係好足夠嘅。咁另外咧就到佢呢一個其中嘅套廁啦，洗手盆咧、坐廁到淋浴區空間表現咧都係非常之唔錯嘅，而且呢個窗台咧，佢個進深係有成80 cm 嘅。非常之大，咁亦都有個側窗啊。好啦，咁再過嚟到寢區嗰部分，呢度咧係一個5尺床，三邊落床嚇。咁正話已經係有位置擺衣帽間，就唔需要再擺衣櫃啦。咁呢度實際上咧，佢係有個玻璃趟門嘅嚇。咁示範單位咧就將佢拆除咗啦，同出邊嘅露台做咗一個封窗，形成一個大嘅室內空間嘅。咁呢一個實際上交落咧，其實係有一個玻璃趟門嘅。OK， 好，咁再過嚟咧。經過玄關就到大嘅客飯廳，而呢個客飯廳咧，佢係採用咗 LDKG 嘅設計，即係將客廳、飯廳、廚房以至露台咧係形成一個整體咁樣嘅設計。所以咧，其實呢一個位置咧，佢特別闊落嘅，而且亦都冇走廊位置。咁我哋首先睇咗個廚房先。咁廚房嗰部分咧，佢透過一個中島台。將呢一個廚房咧，由入邊個梗廚咧一路延伸到出嚟呢一部分咁呢一個咧可以作為一個操作台，亦都可以作為一個裝飾櫃嚇。咁下邊咧亦都係有唔同嘅設計已經正常係有啲拉納同埋櫃桶嘅咁呢度咧係一個餐邊櫃嘅設計咁呢度咧佢係擺放咗一個大嘅雙開門嘅雪櫃啦。咁上邊仲有啲儲物空間添非常之大。咁再過嚟咧，呢度咧都係一啲擺放餐具嘅位置，咁仲有啲蒸焗爐一體嘅設計，咁再進入到呢一部分咧，就屬於一個梗廚嘅空間，咁中間亦都係有個玻璃趟門咧，進行一個隔斷，咁喺功能性上邊，大嘅星盆，下邊嘅洗碗機，呢度咧亦都係會有啲儲物空間。咁喺爐頭嘅位置咧，上邊就做晒個抽油煙機，上邊吊櫃，下邊做咗一啲櫃桶拉籃，呢度咧。都係會有一啲櫃桶拉籃，咁上邊係一啲操作台嘅位置，個側窗咧開得非常之大，望翻內花園嚇，
咁而家嘅示範單位咧喺3樓個位置，咁採光咧都係非常之好嘅。好啦，出翻嚟嘅飯廳呢度係擺放咗一個6人嘅圓形大餐台嚇，咁大家可以感受到佢個空間仍然係相當之寬闊嘅嚇。咁啊，另外咧，其實呢一部分咧係屬於一個生活露台，喺裝修設計上邊咧將呢個玻璃趟門拆除咗，同埋呢度咧做咗個風窗處理，就做咗個休閒嘅一個茶室。咁同時咧，亦都利用咗呢部分嘅牆身咧，去做咗個收納櫃啊，同埋做咗啲茶杯嘅展示櫃嘅啊。咁但係呢個係非家樓嘅標準嚇，各位朋友，如果你中意一種185平方呢個積嘅話咧，咁就可以採用類似咁嘅設計。呢一種設計嘅好處咧，就係令到整個客廳可以將而家12座前後嘅園林景色咧，都可以盡收眼底嚇。一個3樓嘅位置咧，其實已經係可以將園林綠植咧，其實個距離拉得非常非常之近嘅。咁啊，再過翻嚟到客廳一部分啊，呢度咧個開間講緊係已經有6米左右嘅一個空間，所以擺放咗呢一個茶几到電視背景牆到大梳化後邊咧，其實都仲係會有一啲裝飾櫃嘅。咁其實如果唔中意呢個裝飾櫃咧，亦都可以做一個到頂嘅書櫃啊，或者做個休閒區去配合翻我哋一個功能性上邊一個使用。咁但係空間嘅角度嚟講咧，其實係非常之寬闊。咁同埋佢亦都係會將呢一個玻璃趟門咧拆除咗，做咗個大嘅落地玻璃窗嚇，所以咧佢先至會一個超乎呢一個185方俾到你嘅空間感嚇。佢實用率咧係達到100%。咁同埋咧，佢呢一個落地玻璃窗咧，佢係冇任何嘅隔斷。一整塊嘅玻璃窗嚇，喺工藝上邊啊、技術上邊咧都係非常之犀利嘅嚇，亦同時嘅成本亦都相對高昂啦嚇。咁啊，據聞咧，淨係呢塊玻璃都要10幾萬嘅嚇。咁啊，睇下各位中唔中意呢種設計嚇？如果考慮嘅話咧，都可以參考而家示範單位呈現到出嚟嘅效果呢種做法嚇。再過嚟咧就係其他嘅睡房啦。呢個客廁咧個星盤都係比較大嘅嗱，隔離左右擺放嘅位置，而且呢一種深落去嘅設計咧，我個人覺得係會比較實用啲嘅嚇。咁啊，再過嚟到座廁到淋浴區，亦都係會有一個大嘅80cm 嘅窗台，成個空間咧係非常之寬闊嘅嚇。咁啊，坐喺度左右空間、橫向空間非常之闊落，個側窗咧都係開得比較大嘅。咁啊，再過嚟咧就到第2套房啦，而呢個房咧大約係有8個方左右嘅。呢個5尺床3邊落床有個大嘅窗台個位置。咁其實如果擺到頂衣櫃咧都係夠嘅，我哋只需要將個床個位置咧稍微靠近少少嘅飄台呢個位置咧，其實都係可以擺放得落嘅。呢度咧就係望向內園同埋山景嘅個方位嚇。咁而家咧3樓咁都係可以平視呢一個綠植非常舒服啊。咁而家在售嘅咧最高就係5樓啦。咁5樓咧就係啱啱好。你微微向下望咧，就會望到啲樹頂。嚟到第4間房，第4間房咧，咁就大約都係6到7個方左右，所以佢就做咗單邊落床，攞埋個飄台個位置嚇。咁做咗一個咁樣嘅休閒區啊，呢個咧就係一個米2床啦，就對住嗰一個內花園嘅一個中軸園林嘅位置啊。呢部分咧個景色咧，其實高樓層少少咧，你見到下沉式會所嗰個形態咧係會更加靚嘅。好，最後咧。就嚟到主人大套房嚇，睇咗個套字先。喺功能性上面非常之強悍，雙星盤設計，而且中間亦都預留咗足夠嘅位置嚇。咁當你喺2個人喺度同時洗面啊、梳洗嘅時候咧，完全唔會覺得逼仄嚇。咁同埋咧，下邊亦都預留咗啲開放格同埋一啲收納嘅空間啊。上邊一排嘅鏡櫃，咁同埋浴缸亦都係有嘅。中意浸浴嘅朋友咧呢個係一個福音嚇。另外咧亦都係對住嘅園林一部分，與此同時咧，座廁到呢一個企缸嘅位置咧，都係設計好晒啦嚇，成個功能咧完全都冇問題。咁另外咧喺衣櫃上邊咧，佢有2個位置，第一個咧喺側邊呢度啦，咁同時咧呢個位置咧亦都可以做一個衣櫃，咁變咗儲物功能咧亦都係相當之強悍。最後就到寢區啦，呢個係2米嘅大床3邊落床，仍然係非常非常之闊落啦。咁窗台咧呢一個設計咧係有嘅。270度，同埋咧，亦都係夾角式嘅玻璃窗，270度景觀，咁可以將整個內部嘅園林，包括別墅咧，
都係可以盡收眼底嘅。主人房亦都係獲得個景觀視野係最為理想嘅。咁雖然今日咧個天氣唔係太好啦，但係我哋仍然係一個好充沛嘅光線嚇。咁呢個咧就係185平方嘅單位。咁現在咧賣緊嘅12棟最高嘅樓層咧就得翻5樓嚇，得翻5樓。但係如果你中意望呢一種嶺南新中式嘅園林景觀咧，其實樓層唔需要買太高嘅嚇。咁而家所剩低嘅貨唔多噶啦，有興趣嘅可以盡快約我哋嚟到現場去嚟睇睇了解下嘅。觀眾朋友，咁正方南灣首府大單位咧，基本上現樓就得翻170平方同埋185平方。咁而家可以選擇嘅樓層咧，其實都唔多嘅。咁170平方都係得翻幾間，而185咧數量仲少最高樓層得翻5樓。咁反而一啲高層單位咧，170方咧仲可以有少少揀下嘅。咁而價錢嘅方面咧，就如果講緊170平方咧，就低樓層咧就大約係去到500萬樓下，高樓層咧就要500零萬嘅。咁而185平方咧，咁價錢咧就要接近600萬到啦。咁低樓層咧價錢會平啲，但係都要接近講緊500幾，差唔多600萬呢個價位。咁但係個好處咧就現樓所見即所得。咁睇下大家究竟中意邊一個戶型會多啲啦。咁再者咧，其實佢會所嗰方面咧，亦都係非常之值得同大家分享下嘅。咁首先大家睇過呢個鏡頭咧，可以望到佢整體個設計咧，其實係非常之有格調，新中式嘅嶺南風包括呢個下沉會所一個小橋流水，同埋佢一個涼亭嘅設計，佢係採用咗廣東4大名園嘅一啲重要嘅元素咧，去組成呢一個四水歸塘式嘅下沉式會所。咁好多朋友咧第一次入嚟嘅時候咧，就會俾佢咁靚嘅會所所震撼到嘅。咁除咗靚之外咧，佢個園林亦都係非常之出色所有個綠植嘅設計搭配樹種入到嚟咧，其實嗰個質感咧係非常之高檔。咁再者講翻呢個會所，佢功能性上邊咧都係非常之強嘅包括有室內嘅恆溫泳池啦，有呢一個桌球室啦，亦都有宴會廳，亦都有茶室亦都有多功能嘅活動室。基本上你一啲招呼客人或者自己所用到嘅，包括健身房，全部都具備功能性上邊基本上係城區最為豪華、規模最大同埋配套最為齊全嘅一個。再加上地段嚟講，正方南灣首府10分鐘左右就可以去到關口，同埋附近有多個大型商圈，包括華發商都、富華里、環宇城等等，交通配套非常之方便如果你想買啲高質素嘅單位，尤其係大單位嘅現樓嘅樓盤咁呢一個咧，基本上係一定要嚟去對比下嘅。好嘛，而家剩低嘅貨唔多，有興趣嘅盡快約我哋嚟到現場去睇睇。咁我哋公司咧會提供一啲專車接送，同埋咧全程會提供一條龍嘅服務。咁亦都當然會有我哋嘅專業嘅分析啦。好，我哋下一期節目再見，記得約我哋，拜拜。